凑啊，就一次就解决了啊！你这样每天这样讲啊，搞那么多天，在搞什么鬼啊？对。大餐场8点档，逐工拢咧搬。台北市监视器案件9万案的动作，要改歌市附近来主要，要不过民众党真有意见。109年才有3M 的需求。才需要议价，他去解除一个当年度已经执行完毕的106年的2亿多的合约，现在解除这个是要干什么？这些资料在市府所有的资讯局的档案里面都非常的完整。强调议价记录的留存伫市府，甚至提出定价表，706年根本就无3枚汇率。你明明知道这一约1000就是106到125这样子的年限，却故意好像讲的只是在签106年那一年而已，为什么要刻意这样误导大众？因为如果你不签这个专案合约的话，会依照所谓的公版价格 TGSN， 是比这个专案合约所议出来价格要便宜非常多的。蒋市府大动作回击，美民众党卖个算文字游戏。我非常有自信的，我的部分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，因为当时那个专案会议都是我自己主持的。用人格来做担保，偏偏外界这个迄份议价规定的记录也是无提出来。市府要废的是106年柯市府跟台智光签的那一份特别友好协议哦，3枚2000有没有外力因素的介入？是不是柯文哲头一拍？直接1枚乘以3就给人家了，因为是都被他垄断绑死的嘛。开这个会议就是替台之光背书，啊，让伊的计小压关，让他得到更大的利益而已啦。合约的证据够大也未刷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